那么呢，无助在这里，人之本性。在这里啊，或者在分享啊。那么呢，在这个地方就是跟我们讲的世间事岁月年华，名利钱钱，这些东西是昙花一现。就像说，思婷，你今天你当了总统。就是本来我们都有看到，可是他很快就不见了，他就是无助。不是，是你看的，比喻说，你去百货公司嘛，看了一套洋装，对不对？那这一套洋装，你不是没有硬穿嘛？你是这一套，你可以要，也可以不要。对，无助，这个叫做无助。所以你在外在的一切法，好跟坏，你不动一念，不会因为我这水啊，对不？无穿嘛，爱甲买回来，你甲看卖啊，你外忝就好啦，无穿真正嘛会使啊，但是嘛爱甲买回来啦，安尼住得人生了，感谢你。对呀，无助啊，对呀，那个是别人的啊。我们羡慕是没有错，但是我们能够不要紧，随缘自在。对呀，无助嘛，对，懂得啊，无相一样，无相在这里无相就是你右跟触存，好跟坏，你右跟触存的当下。为什么这里要说外要离相？因为这一切看得到的相是假的，它是假的啦。所以说呢，当你看到的时候，这里有谁呢？一切净缘好坏美丑善恶，你了解这一些事，它是缘生缘灭的。缘生缘灭是因缘而生，因缘而灭的。那么呢，既善无常，了不可得。那这样呢，你去执着这个相，有用吗？没有用。所以说在这里呢，就没有好跟坏。即使你今天看到一个歹人，恰甲规身躯拢恰灵恰好，你不为所动，你无相。我袂因为讲，因为有当时咱会去想啦，想讲较早期啊，人即马无一定的，人即马有的人伊毋是无好，但是伊为着较水啊，像咱人咧装饰安尼嘛我身躯若甲画一张水，可能较水，但是安尼尔，毋是像咱较早咧想讲恰灵恰好拢是黑道的咧，现在不是这样的。各位医生这讲，今仔日恰灵恰好是黑道的人，你不为所动，我袂看偏低啊，无相的。我也无讲我伊恰呢，佫真正伊是黑道，我看伊安尼，我嘛袂讲伊是歹人。你不会被这个相呢来让你有所起心动念，就是无相。这样意味吗？那么再来就是无助。无助讲过的无念呐。下一段无念。那无念对了。那个请看会急，歹势，这就袂使去讲了。因为你讲，你后摆就免来啊。好
还没讲到，古典回去先预习了。预习啦。哦，下一次那个曾经理再跟你分享。没有啦，洪金鱼做好了你讲啦，你都唔知我这阵外科的你啊，那是外科的外很好。你对啦，现在上好呀。你背啊母呢？现在上好呀。谁空中的吧？好了，那下一次或许再来。你现在曾经理那也比较好。上轮嘛，我讲2届，你讲1届。哦，曾经理。你讲对会使。咱讲1对1啦。伊一起人到比赛。你或许台北含金还要啊。所以一个 A 如果3出的话，或许就。或许讲目前没有啦。